今日我哋睇一間世紀豪庭，望正前方，C 單位東南望松山，望盧九，連葡京觀光塔都望晒。下邊就係培正 ，C 單位從來都未攞過出嚟，全新裝修1439尺。我哋而家由門口呢一 part 開始，入門呢一度有個動態嘅曲尺玄關位，一辣入牆櫃做晒鞋櫃，完全冇問題。再加個18寸嘅組合櫃到底嘅。今次嘅動態有少少唔同，先客廳、後飯廳，望住呢個景，坐住喺度食飯100分。望望後邊呢度嘅牆身，一體化望落去，你唔會見到個主人房門。我哋先睇主人房，3房2廁，主人房望個套間，3面落床，兩邊衣櫃，呢邊一個，連埋女士擺包包嘅都一個，男士嘅就係呢一邊，一個大嘅曲尺梳妝台，望翻嘅都係東南景。睇完個主人房，我哋望其他空間先，推開佢係客廁嚟，做晒裝修，琴房。仲有2間房就呢邊嘅，會經過廚房，弧形白色玻璃門，望曲尺望出去松山景嘅廚房。2間房，男左女右，女嘅就呢間房啦。呢個色阿妹一定中意。咁男仔呢間房，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1437尺世紀豪庭 C 單位，望正前方松山景嘅話，點擊頭像攞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再見。